黃毓民議員。嗱，呢個檢討咧，其實就真係一啲誠意都冇。你睇晒成份文件，大家都得出呢個咁嘅印象好清楚嘅。胡國興法官即係提交嗰個08年周年報告裏邊咧，就講得好清楚嗰啲個案，同埋要求你哋即係要去跟進檢討嗰啲嘢。老實講，你而家就行禮如儀，係嘛？即係我哋而家諗翻你喺06年即係8月嗰次嘅立法會嘅討論截取通訊同埋監察條例草案嘅時候，幾十個鐘頭，50幾個鐘頭。但嗰陣時咧，我哋印象最深刻咧就吳靄儀同阿涂謹申加埋咧就提即係好多條修訂，但係咧就一條都過唔到嘅嚇。當時我留意到有份報紙《信報》，阿林行止先生寫咗篇，即係嗰陣時佢仲寫緊呢個，即係佢有個專欄咧嚇。嗰條題目叫做不留修訂片甲，可有半點良知。你而家重讀佢呢篇文咧，我今日抄翻呢篇文再讀一次之後咧，真係感慨萬千，係咪？佢係一個相當客觀理性，唔係好似我哋呢啲啦，被標籤為激進派，又不理性，係咪？又中意鬧人，係咪？好客觀理性去評論，經過50幾個鐘頭之後，係咪？即係個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啦，所有嘅修訂一條都過唔到嘅。我哋而家嘅主席咧，當時即係劉江華有一句名言，嗰個生坯我就寫咗落嚟喎，係咪？因為呢個係歷史嚟喎，大佬，係咪？佢喺個議事堂上真係企喺建制派嗰度豪情萬丈，係咪？佢話總之就要喺呢度寸步不移，一條修訂都不能夠通過，不能夠讓反對派破壞治安得逞。嗱，你而家回顧翻4年前劉江華講呢一句生坯啊，喂，呢個一定成為歷史㗎啦，係咪恥辱柱啊，定係維護香港嘅治安呢？咁啊，第日歷史自有判斷啦，主席，啱唔啱啊？但係你再對比翻而家胡國興即係所講嗰啲嘢，同埋你哋嗰個檢討，喂，究竟破壞治安係咩人呢？真係，即係而家諗下，真係即係覺得都好奇妙一件事。副局長，你今日喺度嗰個答詢咧，即係令人係非常之即係我前面嗰啲冇聽啦，淨係聽頭先嗰啲咿喺度不知所云，係嘛？揸住咁嘅文件好大沓啊，我哋睇晒㗎，我哋畫晒㗎，係咪？你真係不知所云4個字可以形容。解決到問題咩？跟住解決唔到問題嘅喎，完全係啱唔啱？所以我哋希望咧，嗱，譬如我哋都提過啦，梁國雄提過，喂，當局應該就不遵守該條例或者實務守則所定條文嘅行為定罰則，咁你梗係唔會睬我哋啦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咁呢啲我哋係代表，即係話市民要提出嘅，啱唔啱？你係為咗執法方便，為咗維護香港嘅治安，呢啲全部唔使你講，個個都明 ，OK？ 但係你侵犯到我私隱啊嘛，係咪妨礙人權啊嘛？係咪？仲有你個執法機關嗰啲人胡作非為啊嘛 ，ICAC 係無法無天啊嘛，係咪？第一次係咁。第二次啦，及咗你之後，胡國興第二次又嚟，喂，搞到佢，喂，有一句又係生坯嚟嘅喎，佢話傲慢囂張嘅態度啊，喂，他的表現近乎抗命，就講你嗰啲所謂機關主任，哇，真係好離譜真係，呢啲説話已經我哋講過，不過法官，喂，即係監察你哋嗰個法官咁樣講嘅係咪？但係你喺呢個檢討嘅即係報告裏邊咧，你有冇絲毫丁點係嘛？真正用個心去回應係咪？完全係企喺自己行政上方面、執法上方面嘅所有呢所謂檢討，係咪？所以我同意即係涂謹申嗰個講法啦。我哋又好信任呢兩位議員嘅。事實上喺06年嘅時候，就係佢哋作為一個民選議員，係咪提出好多項修訂，50幾個鐘頭，揾出好多咁嘅漏洞，係咪？但係你係咪要利用呢個機會去填補呢啲漏洞啊？係咪？日落條款點解唔得啊？啱唔啱啊？係咪先？點解唔得啊？冇道理噶嘛，呢個係，如果繼續咁落去點搞啊？所以我同意就係話，我哋喺呢個事務委員會裏邊專為呢個題目去做一個檢討咯。嗱，就何秀蘭議員仲有提出但係。